台北市政府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要来推动台北市绿运输的使用率到2030年达到70%，电动公车要达到100%。若这个电动汽车的市占率要达到30%，希望会当来减少着空气的污染。未来3年，市民若是买电动机车，上最有19000块的补助。 电动机车已经伫路啊拍走，这几年已经出现真侪共享电动机车，只要有驾照，随时想要骑拢会使骑，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使用。未来安内服务，阁会使办台北市交通局的订机票。5月份它要推出来的，就是对于说这个去使用共享机车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去搭配这个悠游付啊，我们会有另外一阶的优惠的方案。共享机车其实嘛是绿运输的一部分，即嘛台北市加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品质，以2030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PM2.5 袂使超过10做目标。未来电动机车普及率爱30%，绿运输爱70%，电动公车爱有100%。 我们现在的电动机车的涉及数占比它只有5%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3年补助方案，能把它一口气拉到12%以上。 今年电动机车新补助，旧的换新的上侪补助19000块，新买的上侪补助12000块。未来3年，鼓励民众把食汽油的汽机车变做绿运输，当然会使先改坐大众运输。那共享机车会使斗3天，嘛有电动机车停车价无收钱的政策，希望会使鼓励市民做伙爱地球。